以赛亚书第36章，西拿基立威胁耶路撒冷。希西家王第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，搁甲因占领。亚述王对拉结派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希西家王遐。总司令徛伫上帝的水沟边，伫票宝场的大路遐。迄时，希勒家的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谢宾那以及阿萨的囝史官约阿出来建议。总司令对因讲：“去甲希西家讲，亚述大王安尼讲，你伫靠说甚物？你想讲有策略甲军力？其实是碰风的话。到底你是靠啥人？竟然敢反叛我？你所我靠的埃及是一支长去的路竹仔管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。所有我靠埃及王法老的人拢会安尼。恁若对我讲，阮我靠上主阮的上帝，希西家兼毋是有会拄上帝的山头坛甲祭坛，佮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，恁一定着伫耶路撒冷即个祭坛敬拜，打来甲我的主人亚述王相输，我互恁2000只马，恁兼有法度找够野的人通骑，若无法度，恁若袂当拍败我的主上岁的一个部下，恁兼要佮我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。现在我来攻击毁灭即个土地，兼毋是上主的旨意。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取即块土地，甲伊毁灭。以利亚敬、谢宾那甲约阿对总司令讲，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，阮听有，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，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着。毋过总司令讲，恁想讲阮主人找我讲这话，只有要互恁甲恁的国王听是无？毋是，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。因甲恁共款着食家己的粪，啉家己的尿。总司令佮徛起来大声用希伯来话话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王安尼讲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恁。伊叫恁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。即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，毋通听希西家的话。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，出来投降。安尼，恁逐个人就袂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啉恁家己的井水。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，亲像恁的土地，有五谷甲新酒，有美牛甲葡萄园。毋通互希西家欺骗讲，上主一定会救咱。万国的正神明倒一个捌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？哈马甲阿尼伯的神明伫倒位？西法瓦因的神明伫倒位？因兼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？这个国家的神明有倒一个捌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人民拢静静，无应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伊。迄时，希勒家的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谢宾那甲阿萨的囝史官约阿，拢拆离因的衫，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。